呢個宇宙有一種好奇怪嘅延遲，有時你用咗好幾個月時間去改變人生，但係呢個世界偏偏要去到嗰一刻，先至俾返一啲你1年前先至需要嘅回饋你。我哋習慣咗生活係即時嘅，以為今日改變咗，聽日就會見到結果。但成長其實有一種延遲回歸嘅循環。你而家收割緊嘅，其實係你一早已經離開咗嘅嗰個季節所種下嘅種子。要為咗一個過去嘅幽靈而去接受懲罰或者獎勵，其實係一件幾令人迷失嘅事。喺工程學入面，一個延遲回歸嘅循環可以令到成個系統崩潰，因為嗰個輸入嘅信號同系統目前嘅狀態已經完全唔再相關。人生都係一樣，可能你終於揾返自信，但一個過去嘅失敗突然之間追上你，又或者你終於得到平靜，但以前被你燒毀咗嘅橋樑，到而家先至徹底熄滅。你會覺得好似倒退緊咁，但其實嗰啲只不過係你上一個階段嘅回聲，終於傳到入你耳仔。試下眯埋眼一陣，你今日聽到嘅呢啲噪音，到底係關於而家嘅你，定係一個已經唔再喺度住嘅舊版嘅你發出嘅回聲？危險嘅唔係回歸本身，而係嗰種想走返入去舊階段去修補佢嘅誘惑。但係你冇辦法用而家嘅心態去修補過去嘅階段。你要做嘅係由得啲回歸降落，承認佢，然後意識到呢封信寄去嘅係一個舊地址。你喺當下並唔係失敗緊，你只不過係為過去寫緊最後嘅結案陳詞。如果你而家正喺度處理緊一啲你一早已經超越咗嘅舊回聲，我好想聽下你係點樣令自己腳踏實地咁活在當下。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傾下呢啲回聲。